真正嘅卷王開發商啊，限時優惠加1萬蚊送產權車位同埋中港澳兩地牌。依家啲樓真係冇想象中咁平啊！疫情前賣緊18000、19000一個方，依家都賣緊12000、13000，都係1字出頭。究竟有乜嘢變化？不過就係帶咗6萬平方米嘅法式園林，仲有會所、泳池俾你享用。歐燕仲自帶咗香港直通巴，60蚊雞車你翻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，每日8班車來回。真正嘅卷王開發商啊，限時優惠加1萬蚊送產權車位同埋中港澳兩地牌。呢啲優惠你去邊度揾？仲帶埋全屋嘅中央冷氣同埋背景牆，全屋嘅智能家居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，就連廚房同埋洗手間都裝埋2萬。依家30幾度嘅天氣，完全唔怕熱。140個方，南北通，獨門獨戶，5房3衛2個套間嘅設計，3代同堂字，完全唔係問題。每日都係一家大細嘅風聲笑語，附近就有華發商都、華爾城、珠海三寶會員店，無限就可以到我哋嘅市場買菜煮飯，呢啲配套你又去邊度揾？10萬蚊，你冇聽錯，首期10萬蚊就可以擁有。感興趣嘅下方評論3個1，我 send 詳細資料你。